咱来看新竹市的部经理，因的里长蔡宣业，本地也是这乐团的主唱。最近和伊的朋友呢，替部经理做一条歌，而且佫摕地方的特色翕做 MV， 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。说声早安，是该出门上班，踏上机车，转动人生的钥匙，希望今天不要累得要死。囡仔活泼的舞蹈，加上轻快的歌声，连社区阿公阿嬷嘛来斗热闹。画面阁在地特色玻璃以及工厂、庙寺，拢记录在 MV 内面。足趣味的啊，足欢乐的安尼。安怎讲？啊，因为老人家可以出来走走参加大家的活动这样。真好啊！安怎讲？对，敢若运动哦，佮快乐安尼。足趣味的。嘿。你练习偌久？哈？练习偌久？练习无？哦，里长若跳啥，阮就跟伊跳啥。这边足侪工厂交公司哦，所以咱的 MV 有带到有工厂做这个开始啊。因为你逐工吼定定爱上班啊、下班啊，阮的里面哦足侪是这个老人家，所以这条歌其实伊足温暖，就是讲你会使听到讲阿嬷伫咧中间问哦，足忝的，啊你有食饱无？唱歌的人是新竹市部经理的里长蔡宣业，伊本身除了是里长，是英语老师，嘛是乐团的主唱。有一天，伊甲耍音乐的朋友开讲，决定为部经理写歌，佮做大家做伙来用歌声提升里民对社区的认同感。开讲的时阵就想讲啊，无来做一首歌互大家听好啊。啊了后啊，阮就想讲好伊做，因为伊的专业是创作。啊了后我来唱，啊唱了后，阮就想讲，若是家己拍一个 MV 嘛袂歹，因为我有咧教咱的里民啊来做伙跳舞。里长讲有这届经验了后，未来有机会会阁继续为部经理创作特色歌曲，希望用唱的唱出地方的特色，让外口的人来认识部经理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